日咧真係好難得啦，唔單止天上面有藍天白雲，我哋嘅海水咧都好清澈。我而家咧就係橋咀嘅對開海面，呢度咧係欣賞石珊瑚最好嘅地方之一。根據漁護署最近嘅調查，橋咀一帶水域嘅珊瑚覆蓋率好高，接近70%。珊瑚係刺胞動物，主要分為石珊瑚同軟珊瑚。不過近岸水域見到嘅主要都係石珊瑚，佢哋堅硬嘅骨骼互相重疊，喺水底形成一個石森林。喺我嘅大海世界，太陽係啟動海洋生命嘅重要一環。石珊瑚好中意喺陽光充足嘅淺水區嗰度落地生根，開始建立自己嘅村落。石珊瑚啡啡綠綠嘅外衣，原來就係蟲黃藻所造成嘅。蟲黃藻係單細胞植物，佢哋住喺石珊瑚嘅細胞之內，係珊瑚村最重要嘅住客嚟㗎噃。蟲黃藻利用陽光進行光合作用，為珊瑚提供養分，同時靠食珊瑚排出嘅有機廢物為生。石珊瑚同蟲黃藻可以講得係天生一對，蟲黃藻令到珊瑚得到充足養分，幫助佢哋嘅碳酸鈣骨骼生長，咁所以珊瑚就可以健康咁成長啦，建立一個又一個嘅石珊瑚村，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安樂窩。呢一種互相依賴嘅共生關係，係好多海洋生物嘅生存之道。hey，楊真，你慢慢游過嚟呢一度，耐心啲等一陣吓。有條魚仔咧喺個沙窿度走出嚟啊！哎呀，唔止魚仔添啊，仲有隻蝦仔喺佢後邊。呢一條係蝦虎魚，同佢一齊嘅係盲蝦。蝦虎魚負責睇水，而視力好差嘅盲蝦呢，就負責挖沙，令到泥沙唔會阻塞佢哋一齊住緊嘅沙窿。有盲蝦撐腰，蝦虎魚就可以冇後顧之憂咁專心揾嘢食，再同盲蝦分享。一見到勢色唔對，蝦虎魚就會擺動魚尾警告盲蝦，一齊匿翻入去屋企裏邊。全世界有近1900種蝦虎魚，係魚類嘅最大家族嚟嘅。我翻查過香港嘅資料，原來我哋已經發現咗近80種蝦虎魚，而且每年仲不斷有新發現。有時佢哋都住得幾逼㗎，好似喺呢一個沙窿裏邊就住咗有3條蝦虎魚，一對係藍絲帶蝦虎魚，另外一條呢就係藍點蝦虎魚。不過魚多唔緊要，蝦就通常只係得一隻啫。